大家好，今日就繼續同大家講下恒生銀行劫案嗰單嘢。咁話說嗰個喺恒生銀行打劫嘅賊人，好快咧就已經喺深圳咧俾人哋拉翻落嚟。涉案嘅匪徒係一名49歲嘅男子。睇翻報道，原來所謂嘅潛逃到內地，只不過係經香園圍口岸翻去。咁其實都講唔上乜嘢潛逃嘅，係大搖大擺咁樣過關啦。不過睇翻成件事，其實個賊人本身都係做嘢好隨興嘅。根據警方嘅講法，個賊人喺打劫銀行之前，原本係打算去爆竊另外一間獨立屋，不過因為有菲傭喺度啦，所以就落唔到手。咁轉個頭打劫銀行啊，咁我唔知佢本來就好似我哋去旅行咁樣寫定個行程，2點鐘就去爆竊獨立屋，晏少少就去打劫銀行，定係只不過係爆竊唔到獨立屋，就不如去打劫銀行。成件事睇上去就好似係諗起想做乜咪做乜，自由工作者計劃性又真係差咗少少。否則呢，我諗都唔會傻瓜到走上去大陸啊。除非你話個賊冇返過大陸嘅啫，否則都唔會唔知道大陸而家要睇下個餐牌都要 WeChat 實名登記啦。咁你返上去大陸深圳，係咪唔使搭車唔使食飯先？咁當然原則上有錢使得鬼推磨啊。咁不過38萬就唔係好叫到鬼咯。家陣係38萬啊，你估3800萬啊？咁啊，警方代表開記者會嘅時候就話，有罪犯以為犯罪之後離開香港就可以逃避法律責任，想法係荒謬同埋不切實際。呢個我就絕對認同啦。你唔離開香港，都冇咁多好似內地嘅人面辨識。咁你犯罪之後離開咗香港，竟然仲以為可以逃避法律責任，咁就真係荒謬同埋不切實際嘅。起碼你用張八達通都唔係一定要登記啊。但係我又重複講一次啊，香港警察嘅高效率，你又唔好質疑啊。細細個阿媽就教我做壞事會俾人拉㗎。咁我睇到01嘅報道就話，警方表示對於疑犯犯案嘅動機，就話一個壞人點解會做壞事呢？無非都係一啲唔好嘅動機嚟嘅。呢個真係一絕啊。不過可能賊人係有一個患咗絕症嘅屋企人等佢打劫揾錢醫治呢。咁好彩話嗰個係喺地盤炒散啫。如果唔係，原來就係恒生銀行之前俾人炒嗰啲人，咁就有排做新聞啦。不過翻返轉頭，以前啲人打劫銀行通常都會準備好晒，咁家陣入門檻低咗咁多，用一把刀揸自己架車，然後大搖大擺喺個正常關口出入，再喺深圳等人拉。雖然話打劫就冇話入職要求，咁但係就算旅行呢，都要好好計劃一下啦。作為香港人，無論你做乜嘢都好，唔好好計劃乜都係會死嘅。你以為睇電視下個星期香港有乜嘢精彩活動啊？你就走去睇下，點知原來係流嘅。去到所謂嘅精彩節目，原來只係2個展板或者係幾支嘅激光射嚟射去。你以為幾時香港有個兔哥嘅 pop up store 你想去睇下？你去到發現你已經入唔到場啦。你發覺直接去日本嘅時間可能都快過排隊。所以作為香港人呢，每次活動一定要好似打仗咁樣完全準備好先至好出發啦。好啦，今次同大家講到呢度啦，下次有機會再見啦。